由教育部 USR 計劃、國科會自然解放計劃以及有限責任台灣咖啡供給合作社共同主辦，並結合歐拉拉咖啡與上品咖啡攜手推動的建構咖啡品鑑系統工作坊，8日在成功大學登場，吸引許多咖啡產業人士、學界研究團隊及咖啡愛好者到場交流。咖啡它粒鹽酸，它是經過烘焙以後的轉換出來，所以它裡面的粒鹽酸含量越高，它轉換的風味度就越濃厚。這次工作坊也串聯多所大學資源，邀請昆山科技大學2位專業杯測師現場進行香氣與口感盲測評比。另一方面，長榮大學陳妙玲教授團隊也針對經過2次發酵的咖啡，分析其中的有機酸、綠原酸以及植物鹼等成分，進一步探索咖啡風味與健康機能之間的關聯性。好不好喝這件事是主觀的，所以我們就找了杯測師來。當然，杯測師還是主觀的，但是他們受過訓練，所以剛剛你看過他們一整套的受過訓練的方式。OK， 除此之外，等一下我要公布的是他們所嘗試出來，他等一下會評比1、2、3、4，跟我們做的內含物的分析，科學上的分析到底有沒有一致？對，所以這是今天最主要活動的目的。而這兩個一致，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鼓舞，就是說告訴我們咖啡業者，我們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但是這一條路是對的。而且剛剛講台灣咖啡不是用做好啊，但是還是回到那一句話，風味到底足不足？所以你就喝一杯日本的咖啡，喝一杯你們喝過 Kona 夏威夷咖啡，你也幹嘛驚嘆？你去喝阿里山咖啡也是驚嘆，但是當你喝到其他的咖啡的時候，你繼續驚嘆嘛。後來你會覺得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更進步一點？研究指出，咖啡豆經過成大微生物團隊研發的2次發酵技術後，不論是進口或者是本土咖啡豆，機能性成分皆有明顯提升，不僅讓咖啡風味更加豐富，口感也更加滑順。團隊希望借由技術創新，打造具有台灣特色的咖啡風味辨別，進一步提升台灣咖啡在國際市場上的能見度與競爭力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